在地人在地前来看婚礼的好尾，有一个退休的老师，讲甲退休的生活过甲真精彩哦。做伙来看。当咧拍鼓的是一个已经有几下的孙仔的阿嬷柯素琴，虽然已经有岁，不过真开音乐、真拍拼咧学足事故。我不会觉得说他没事做，二来又觉得说，也真的是在这个时间，我可以好好精进我的爵士鼓。柯素琴是一位已经退休的阿嬷，住伫福美镇。伫疫情期间，伊展现伊家学习的精神，将退休的生活活甲真精彩。唔但跳舞、弹电子琴，甚至阁会晓拍鼓。我一直都知道，我人生真的是蛮精彩的。我在我的字典里面，我找不到无聊2个字。素琴老师对生活热情和活力，那互家己感觉真快乐，身边的人嘛替伊欢喜，感觉真幸福。看到阿嬷这样的哦，也都很高兴哦，常常跑过来乱打一通，她也很高兴。太太，我爱你。期待透过这款将新学习的精神来鼓励同辈的人，虽然已经有年岁，不过还是要保持一粒少年的心。来将生活过了比少年人更加丰富精彩。